会讲啊。古早，伫迄个人还无像即马遮尔巧的时代，有一个做事人甲因某，因有一个查某囝。即个查某囝生甲真水，所摆因遐有一个少年的草地新师，为伊的游学转来了后，就去甲拍。逐日的暗头啊，草地新师都会为伊的大厝体散步过甲查某囡仔看咧，嘛会留落来伫农舍食暗。逐暗即个查某囡仔拢会去地涵摕暗顿要爱啉的苹果酒。有一天，伊就像普通时安尼落去地涵入苹果酒，甲老酒的转仔转开了后，伊无张伫额头去看天棚，却看到有一支大插腿仔骑伫其中一支大牛顶悬。这支大插腿仔决定是早倒伫遐足久啊！因为规支拢互伫都市暗甲麻，毋过嘛毋知影是安怎，哪会演过伊从来都无去甲注意着。伊随就开始想讲，这支插腿仔骑伫遐到底是有偌危险？伊想讲，若准讲我和伊结婚，搁准讲阮生一个囝，搁准讲囡仔大汉成年，搁准讲伊就像我即马安尼倒来摕苹果酒，搁准讲迄个插腿仔落落来牵着伊的头，怎啊甲牵死？安尼是偌尔恐怖的代志啊！想到遮来，伊怎啊甲手捏的蜡条下咧？坐去一个酒桶顶悬开始哭，伊哭了搁哭，直哭，一直哭。换楼顶的人开始在奇怪讲，哪会摕一个苹果酒摕甲无款人？所摆搁过一下，因老母就落去地涵看伊是安怎，来就看到伊坐伫酒桶面顶，哭甲足凄惨，迄苹果酒是流甲规涂骹。天公伯啊，保庇哦！因老母大声喊讲：“到底是发生啥代志？”母诶，伊哪嗔哪应讲，是迄支恐怖的插腿啦！若准讲我和伊结婚，搁准讲阮生一个囝，搁准讲囡仔大汉，搁准讲伊就像我即马安尼倒来摕苹果酒，搁准讲迄支插腿仔落落来牵着伊的头，去甲牵死。迄真正是连想都毋敢想的恐怖啦！命惊的，因老母嘛伫因查某囝的身躯边坐落来，对咧开始哭，佮讲：“迄实在是伤过恐怖啊！”刷落去，因两个母囝全拢坐伫后袂煞。搁过一阵啊，因母囝还是无转来，做事人开始在想讲，到底是发生啥代志？所摆伊嘛落去到地涵，一个就发现因两个小娃坐伫酒桶顶面，凄惨啊在哭，苹果酒是流甲规世界。我爸话，伊问讲，到底是安怎？
老爷啊，你看顶悬迄支恐怖的插腿啊！老母哪惨哪甲因讲，若准讲咱的祖囝嫁互伊的安那达，搁准讲因生一个后生，搁准讲迄个囡仔大汉，搁准讲伊就像咱即马安尼倒来摕捧果酒，搁准讲迄支插腿啊，落倒来牵着伊的头去甲牵死，迄是要有偌侥幸偌恐怖啦！有影侥幸，有够恐怖。迄个老爸哪讲嘛哪坐倒来伫因母仔囝边啊，对因做伙哭甲失神失神。伫楼顶的少年草地新书等要食暗，等到尾啊无耐性啊，伊就缀咧落去到地下室，要亲身看因到底咧变啥梦。结果伊看到因三个排规排坐伫酒桶顶，好干那傻咧，骹地规个浸伫苹果酒呢。因为规个涂骹拢去互酒饮去啊，所摆头一层，伊就先去甲酒砖仔润互红，刷落伊就问讲：恁三个到底是咧创啥？坐伫遐哭干那囡仔，阁互遐好诶苹果酒流甲规世界。因三个人就同齐开嘴应讲。你甲看迄支插腿啊！若准讲你含我结婚，搁准讲咱生一个囝，搁准讲囡仔大汉正人，搁准讲伊就像阮安尼倒来摕苹果酒，搁准讲迄支插腿落倒来牵着伊的头，伊就安尼无命。你看，迄着爱偌恐怖啊！刷落来，少年的草地心事挡袂牢，一下就大声笑出来，佮笑袂停，笑甲无力。毋过最后，伊嘛是伸手去迄支旧插腿遐，甲腿仔救出来，佮好咧甲放伫涂骹斗安全的所在。伊和伊头讲：我世界旅行溜溜去。东南西北酷酷行，毋过就是毋捌当着像恁三个遮戆的人。但我袂当带全世界上戆的三个人的其中一个，所摆我要搁开始去世界旅行。若是我有去找到比恁三个搁较戆的人，我就会转来结婚。若无，就准煞。草地新事就安尼甲因相识，搁一摆开始去旅行，留因三个伫遐好，即遍是咧好无通行。少年人行介远，少年人嘛行介紧。毋过，就是无拄着比因搁较戆的戆仔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伊拄好经过一间老阿婆的草厝仔，仔草砍的厝顶有发一寡草。迄个阿婆拼死命举一支棍仔，要险伊的牛爬腿去你厝顶食草。毋过，迄可怜的牛仔惊甲要死，毋敢爬。刷落。阿婆啊，就好咧啊，甲顾正。毋过牛仔无爱，就是无爱。你绝对无看过即落光景。牛是愈来愈惊吓，直直洗圣地。阿婆啊，是愈来愈火大。尾啊，少年的草地心事讲：若是你爬上腿，草仔甲挂挂咧。
佮加迄落来互牛仔食，安尼代志就加足溜俩。讲到有影有一只咧，阿婆佮讲，牛仔家己就会晓割草，而且即只公牛伫厝顶介安全啦。我会用绳仔甲伊的颔棍绑咧，佮甲绳仔为烟筒垂落来，甲绳仔头绑伫我的手腕。安尼我咧洗衫的时，牛若为厝顶落落来，我就会知。所摆少年家，甲你家己的代志管好好就好。过来过无偌久，阿婆哪骗哪驴，哈佮减逼，总算是甲牛仔创起咧楼梯。牛仔到厝顶了后，伊就伫牛的颔棍绑一条绳仔，佮甲绳仔为烟筒管垂落去，甲另外一头绑伫家己的手腕。刷落去，伊就去洗衫。咱少年的草地新事，就佮继续上路旅行。毋过，伊就还袂行偌远，就听到世界恐怖、乒乒乓乓吵闹的声。伊马徛咧，总转来看，发现讲牛已经为厝顶落落来，去互绑伫伊颔棍的绳仔吹死啊！阿婆是去互牛的重量拖入去烟筒管，卡伫半中央，去互涂炭虎翕死啊！迄是一个佫较戆的戆啊！少年的草地新事，伫佫起行的时安尼讲，佫讲安尼佫差2个。毋过，伊一直拢找无，直到有一日的暗暝，伊去到一间细间仔的客店。迄只客店住甲甜甜，已经客满，无搭话，伊就爱含另外一个女客做伙住一间。后来发现甲伊做伙住的人，佫真好斗阵，因就伫遐画山画水。嘛，虽然拢困甲真落眠，毋过到过顿工早起，因伫穿衫的时，迄个青云人竟然甲伊的外裤好咧吊伫落骹拄仔的门手顶悬。你是伫创啥？少年的草地新事安尼甲问。我伫穿裤啊！青云人安尼甲应。印刷，伊就行去房间的另外一头，先走一地啊，来就试要跳入去伊的外裤呢。毋过伊无成功，所摆伊就搁走一遍，搁试跳一遍，一遍搁一遍，直透到伊热甲要死，骹手相拍甲。都袂输阿婆仔，互伊迄只无爱上腿的牛，立甲要害去共款。共迄个时间，少年的草地新事是笑甲要变过，因为伊一世人全然都毋捌看过遐笑亏的代志。后来，青云人已经舞甲规身躯干，就先休一时啊，用手巾仔拭面。笑较简单啦，伊佫讲，这裤吼，实在是这世间上歹穿的物。逐工早起，我着爱开要几点钟的时间才穿会好势。毋知你是拢安怎穿的？少年的草地新事是笑较袂动志，毋过伊有哪是勉强哪笑哪穿互伊看。青云人是千多谢万多谢，讲伊较安怎想，嘛想袂到会当安尼穿。安尼，少年的草地新事闹讲，这就是第二个佫戆的戆啊。
伊阁继续旅行，行介远也行介紧，毋过却拢找无第三个。就安尼一直到有一个光影影的暗暝，月娘悬悬吊伫头壳顶，伊去到一个庄仔头，庄仔外有一个水池仔，有一大阵庄年的人围伫水池仔边，有的人举铁杯，有的人举铁签，有的是举扫帚，因无用刺插，大声喝休。伫水池仔，搁白，搁签，搁扫，是安怎？少年的草地新妇跳落马要斗相共，搁大声喊讲：敢是有人落落去水呢？无啦，毋过嘛有够严重啊！因讲：你是无看月娘落落去水池仔呢？嘿！阮搁较安怎都无法度甲呼出来。话讲煞，因就搁开始搁爬、搁签、搁扫，刷落去，少年的草地新妇挡袂牢，大声笑出来，甲因讲因较安怎拼拢无彩工，搁叫因看头壳顶，月娘圆圆遐大圈就吊伫遐。毋过因就是毋担头看。嘛无爱相信讲水年的月娘，干那是水影。草地新妇坚持伊讲的才对，因就开始屁屁叫、吵干叫，佮恐吓讲要甲伊的头刺入去水池仔呢。所摆，伊就速度吹进帮上马，留因伫遐继续爬、继续签、继续扫，反射啊反射。因到呾搁咧拍拼咧，落尾，少年的草地新妇家己闹讲：这个世间，戆瘾头比我所想的搁加真济。安尼，我也是规气转去带迄个做事人的戆祖囝好啊！伊嘛无比因迄寡人较戆，过来因着结婚啊！啊若准讲因过来的日子过着无幸福、无快乐，迄着甲即个三个戆仔的故事无关系啊！